大家好，我是梦欣老师。今日强勇要教大家合拍舞图，准备来学接下来的动作。准备哦，下就时间课程是交叉步。看老师的脚，准备把脚往后踩。1、2、3，稳片上强勇1、2、3，再到3、2、3。接下来4、2、3，再来到天天的来，准备哦，开始交叉1、2、3，然后手叉腰，听一摆2、2、3，接下来3、2、3，前后4、2、3，一共走3步，一只步位要走3个步子。准备哦，开始1加2，稳片上1加2，接下来1加2，前后1加2。这个动作呢，速度非常的快，鼓手下就会卡脚到的，试试看，1加2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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非常好，再来一步，再来一摆哦！准备开始，1加2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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非常好。这个交叉步，人家就会肩膀要朝着前面，总唔得转来转去，因为按你转来转去会乱踩。再来一度哦，手叉腰，预备开始，1加2，1加2。1加2，1加2，非常好。人家就速度越快，动作的时候，人家就会脚做唔得跳太步，跳太步就会来唔切咯。再来一度哦，人家就会步伐老膝盖的肩膀强用就好诶。准备开始，1加2，3加4，5加6，7加8，非常好。再来一度哦，准备。开始1加2，3加4，5加6，7加8，非常好。再卡脚到位，准备开始1加2，3加4，5加6，7加8，非常好。人家就会脚跟一细细的抬起来，张会落来踩。准备开始1加2，3加4，5加6，7加8。非常好，下一个动作，人家就会脚往前踏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的时候往后退，5、6、7、8。再来一度哦，准备开始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非常好。再来一度，准备开始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人家就会数非常的简单，老前呢，准备哦，往上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再来一度哦，准备开始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非常好。人家就要从第一个动作，基本的前面课程，准备哦，开始1加2。3加4，5加6，7加8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人家就往后退的时候呢，与细细的身体往前，鼓手会按呢5、6、7、8。再来一度哦，准备从交叉步开始，预备开始，1加2。3加4，5加6，7加8，老前呢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非常好。再来一度哦，准备脚的卡脚到位哦，预备开始，1加2，3加4，5加6，7加8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有聽到嗎？再來一度。准备开始，1加2，3加4，5加6，
7加8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非常好。接下来，俺家就要从上一拜的课程接过来，俺家就来复习一下上一拜的课程。准备哦，俺家就还记得冇？数起来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后退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3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後退，4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1、2、3、4，位置步，5、6、7、8，2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根本嘅咧交叉步，1加2、3加4、5加6、7加8，接下來1、2、3、4，往後退7、8，安尼大家有接起來冇？再來一道哦，準備從第一動作開始，數起來，準備開始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後退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3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4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1、2、3、4，位置步7、8，2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接下來俺就係交叉步3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4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非常好。再度俺就要較腳條誒，準備咯，預備開始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3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4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2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3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4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非常好，接下來，俺就要強下來，配音樂來練習一擺，準備咯。5、6，開始。後退，穩片撒，後退，準備咯，擺 pose 哦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穩片撒，交叉步1加2、3加4、5加6、7加8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再來一道哦，準備哦，預備，5、6，開始，後退，穩片撒。準備哦，1、2、3、4，位置步，1、2、3、4，交叉步1加2、3加4、5加6、7加8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再來一道哦，調整呼吸哦，準備，預備，5、6，開始，後退。穩片撒，後退，1、2、3、4，1、2、3、4，交叉步，1加2。非常好，大家就做到很好哦。人家得要調整一下呼吸，今日的課程就到這邊，什麼大家按子聲，拜拜。